播放清单呢、那影片到底观看多少次啊？怎么找到这个位置？现在进入工作室了，内容有没有？下面那个第二个内容红色的，然后按右上角，按右上角播放清单，按下去播放清单，有没有找到？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右边是影片数量，左边是观看次数。哦，新营那个龙胜宫的庙会啊，观看总次数3万多次呢，第一名了，你看。下阳向上帝庙绕境活动，观看次数为5684，就是这样。